執完屋啊，因為準備搬去睇我頭塌到立到，呢個時候就要疏通我嘅頭皮毛囊啊！呢個超正，好軟熟，好攰啊！好攰啊！好舒服啊！就係咁樣，好似按摩咁一邊疏通，啲精華咧清潔咧就喺呢個嗰個孔嗰度出嚟嘅，成頭就哇好舒服。就算你冇頭脫髮問題啊，一個月都最少要做一次頭皮疏通啊，好正啊！呢個等於你出去做頭療啫嘛，不過就喺屋企自己做。坊間呢啲頭皮疏通液咧唔係咁容易買到嘅，呢個係韓國嘅，勁正。其是後尾枕啊，一定要疏通，好多時冇吹乾晒頭髮，或者會噏住，我一出汗後尾枕就濕晒。定期疏通啊，先可以 keep 住把頭髮㗎。跟住就用佢呢個擦按下佢，大約10分鐘就可以去清洗㗎啦，爽啊！頭皮精華一定喺未吹頭之前用。其實所有牌子嘅育髮精華都係，如果吹完頭先搽頭皮精華，毛囊已經收起晒啦，密封晒，咁你吹完之後已經閉合咗嘅毛囊就吸收唔到呢啲頭皮精華。做完真人清潔疏通毛囊，一定要俾翻啲營養佢，滋潤翻佢，佢先可以生到頭髮。